哈喽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年中重要节日的手语笔法。第一个新年，新嘉年；第二个元旦，1月1日；第三个春节，春节；下一个初一，就加元旦；下一个除夕，就加12月最后；下一个元宵节，提灯佳节，日期是农历1月15日。下一个2月14日是什么呢？情人节，情家人佳节，或是恋爱佳节。七夕也是情人节，七夕笔法就加7月7日。下一个2月28日和平纪念日，和平纪念日。下一个3月8日妇女节，妇女佳节。下一个4月4日儿童节，小孩佳节。下一个4月5日是什么呢？清明节，人木匠除草佳节。清明节大家会习惯去扫墓拜拜，还有吃春卷。下一个5月1日劳动节，劳家动佳节。如果你是劳工，5月1日可以休假1天。下一个端午节，粽子佳节，日期是农历的5月5日。端午节大家都会习惯吃粽子。下一个5月第2个周日是什么呢？母亲节，妈妈佳节。下一个8月8日是什么呢？父亲节，爸爸佳节。下一个9月28日是什么呢？教师节，老师佳节。下一个中元节，中加一元佳节。日期是哪天呢？农历7月15日。下一个中秋节，中加月申佳节。中秋节大家都会习惯做什么呢？吃月饼，吃烤肉，还有赏月。日期是哪天呢？农历8月15日。下
下一个10月10日是什么呢？台湾的国庆日，昆时国庆日。下一个12月25日是什么呢？圣诞节，圣诞老人佳节，或是耶稣家诞生佳节，耶稣家诞生佳节。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9月23日的国际手语日，国际家手语家日。国际手语日是怎么来的呢？联合国在2018年开会决定，每年的9月23日是国际手语日，希望鼓励大家要保存传承手语。今天的手语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